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蔡老師。上兩集我哋已經講咗5首精妙絕倫嘅五言山水絕句，不過我個人認為五言山水絕句嘅巔峰絕不止於此。下面我哋就嚟欣賞幾首藝術造詣更加高超嘅山水絕句。呢啲詩不僅能做到以小見大，仲能夠帶俾讀者超越時空嘅體驗。首先，等我哋一齊嚟讀李白嘅《獨坐敬亭山》。獨坐敬亭山，李白。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上聯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，和柳宗元嘅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有啲相似，都係寫山中之靜。下聯最精彩，從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呢兩句，我哋能夠體會到李白呢首詩不僅僅展現咗視域中嘅山水，仲融入咗詩人觀看山水嘅直覺，物我兩忘。佢將超越時空嘅直觀體悟表達出嚟，山與我融為一體。晚清俞蔽雲講：後二句以山為喻，言世記與我相違，為敬亭山色，我不厭看；山亦愛我，夫青山漠漠無情，焉知爭愛，而言不厭我者，乃太白憤世之心，願為世獨立，索之陰於無情之物也。從情感嘅角度嚟睇，確實如俞蔽雲所講，李白喺官場被排擠，此詩多少傳達咗佢當時嘅心境。但從藝術境界上嚟講，呢首詩有啲像莊周夢蝶，物我兩忘嘅意思。蝴蝶係我，抑或我係蝴蝶？呢一刻，人和物產生咗無限嘅聯結。詩人睇住敬亭山，卻冇意識到嗰個係一座山。山呢個客觀事物已經消失，我嘅客體亦消失咗。只有當佢從此直覺嘅觀照入面突然醒過嚟時，先至意識到只有敬亭山。呢種情物之間嘅互動，只有簡短嘅五言先至能夠呈現到呢一種瞬間感。如果用7言嘅話，就必定落入言傳啦。李白呢首詩捉住咗道家超越時空嘅精神境界。明代說詩家胡應麟好敏銳咁點出：太白五言絕自是天仙口語，又成卻入禪中。李白嘅五言絕句帶有道家色彩，王維則帶有佛家色彩。下面我哋就嚟睇黃又成嘅山水五絕，睇佢如何喺五言絕句中超越時空，並將禪詩寫作發揮到極致。首先，我哋先睇王維嘅《辛夷壺》。《辛夷壺》王維。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間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清人紀雲講：五絕分張無山泛水，如畫家有赤腹小景，其格創自輞川。佢呢度講嘅意思係，王維嘅詩唔似描寫為主嘅王之渙咁樣以宏大嘅景物為主，而都係一啲小景，呢樣係王維嘅獨創。而胡應麟則更進一步提出，王維嘅輞川具有超越時空嘅特點，又成輞川諸作，卻係自出機杼，名言兩忘，色上驅物。所謂名言兩忘，指嘅係言語和概念都未使用過，而色上驅物則帶有一種宗教性嘅超越，現象世界全部消失咗。辛夷壺首句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，寫花嘅含苞待放。後二句寫此處無人，剛剛發出花蕾嘅芙蓉花，在寂靜無人嘅地方默默生長，然後自然凋落，冇人欣賞，也不需要有人欣賞。呢一種空和靜嘅境界，先至係一種宇宙嘅實相。詩人將讀者帶入咗禪嘅世界。再嚟睇《竹裡館》呢一首。
竹里館，王維。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如果講新兒湖嘅花係無人時寂寞開落，那麼呢首竹里館中則有人嘅現身。詩嘅一開頭人就出現咗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一個人喺靜寂嘅山林之中彈琴，後面人不知係講呢個彈琴嘅人唔知道係咪仲有別人存在，定係講別人唔知道呢個彈琴嘅人存在？兩解均可，而同作兩解則更妙。明月來相照，雖然唔知道有冇人，但呢一度唯一與人有交流嘅就係明月。咁亦都說明咗體驗萬物嘅實相，需要一種絕對嘅寂靜，只有咁樣先至能夠睇到平常目而無睹嘅宇宙實相。綠柴，王維。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如果講竹里館中嘅人進入咗一個寂靜嘅世界，那麼六寨則講嘅係空與不空，人與無人。首句先講不見人係一座空山，但係又接着講人語響，咁究竟係有人定係冇人呢？空山仲係唔係一座空山呢？咁先至讓人難以判斷。寫完聲覺嘅感受，詩人又從視覺入手繼續寫。陽光進入到森林，飄渺不定，忽現忽滅，虛幻嘅光又反射喺青苔上。呢一種永恆嘅捉摸不定，其實就係禪嘅境界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入面講：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哋唔能夠把宇宙的實相概念化成空和色，而要去睇空和色之間互相矛盾。王維此詩中嘅有人無人，空或非空，光影虛幻，佢用視覺、聽覺虛幻嘅變化，將心經對宇宙實相嘅宗教理解化成一種審美嘅境界。咁樣就係五絕入禪，不用一字禪語，而係喺觀察自然景物瞬間變化中，表達出對宇宙實相嘅禪悟。最後，我要講講一首我心目中嘅山水五言絕句嘅巔峰之作《鳥鳴間》，王維。人閒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第一聯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，都係上二下三嘅主謂結構。呢一種主謂句嘅排列，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因果遞進嘅關係。人閒桂花落二者看似沒有乜嘢關係，但若從一種詩嘅眼光去看呢一句嘅話，就會明白二者之間暗藏嘅因果關係。桂花係一種好小好輕盈嘅花，佢跌咗落嚟，人極難察覺，只有喺絕對禪定嘅狀態下，人先至能有一種超驗嘅能力，聽到桂花飄落。呢句突出咗人閒，並且自然地引出咗下句夜靜。最精彩嘅係次聯，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月出唔係一個瞬間嘅動作，係慢到人都無法察覺嘅速度移動，但即便係咁樣，仲係能夠驚起山鳥，咁就突出咗山中嘅靜。喺呢一種絕對嘅寧靜之下，月光出現嘅呢一種視覺上緩慢嘅光亮變化，竟然能驚到鳥兒。最後一句則用有聲襯托無聲，寫鳥兒喺山中鳴叫。全詩中第一次出現咗聲音，以動襯靜，
更讓人覺得山嘅幽靜。詩人喚起咗讀者無法用言語表達嘅宗教體驗，讓我哋體會到超越時空嘅感受。從呢一度，我哋便能知道呢首詩就係五絕山水詩最高嘅境界。之前我哋講王維入禪律詩和絕句時，提到只有五言先至能夠呈現呢一種境界。如果使用七言，多加兩個字就落入言傳，禪境全部消失咗。下一集我哋就嚟探索一下用七言寫山水絕句，又有乜嘢獨特嘅五絕冇辦法做到之處。依家等我哋欣賞一下本集選詩嘅吟誦啦。獨坐敬亭山，李白。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。上康梁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辛夷戶，王維。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間戶寂無人，紛紛開車落。竹里館，王維。獨坐有黃女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綠柴，王維。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鳥鳴間，王維。人閒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間中。